我跟你讲，我都研究他的风格有多透彻，因为他很高嘛，然后每次挺出来就这样子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你是怎样？你要吐了是不是？然后在礼拜三的时候开始有东北华南雨带的影响。你这个太浮夸，这样子走路，他真的很爱这样走路，不然你自己。屁啦！我跟你说，我很讨厌被那个局限，像 A 棚他那个就局限，我只要一个不小心我就出框。然后我通常的华丽转身就是会这样，就还好吧，我并没有这样啊。你绝对不可能这样走啊！你在舞台上这样走很奇怪，你像路过哎。不然要怎么走？那我就会这样转身啊。哇，是不是很华丽？当然，如果长官可以接受，我是可以这样转身。哎，那个副总还有总经理、副总，那你觉得他这样转身可以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以后就这么播了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